同香港啱啱相反，國內省團嘅營運並唔係自負盈虧，而係由國家資助嘅。我哋嚟到省團廣東粵劇院，見到以排練場為主嘅劇院，聚居住所有劇團團員，佢哋無論做乜嘢事都有好高嘅凝聚力，不論係大大小小嘅演員，每日都定時定候排練，好有規律。呢日適逢係廣東粵劇二團嘅排練，我哋見到整個團嘅成員，包括文武生、正印花旦、其他配角演員，以至樂隊所有嘅成員，全部都有出席。咁二團咧就係國家省級嘅演出團體啦。咁其實會唔會佔有好多嘅優勢嘅咧？喺一個團，咁咧有國家資助，咁首先咧大家嘅工資收入已經係國家俾㗎啦，咁咧係固定收入嘅。咁咧我哋再演出收入嘅所有經費，就基本咧都係屬於好似獎金咁嘅形式，都係大家分嘅。相對於香港嘅年青演員，省團嘅年青演員顯然有較佳嘅藝術成長環境，呢點係有賴國家喺背後嘅大力支持。我哋粵劇團大部分嘅都係嚟自粵劇學校嘅畢業生，我哋4個都唔例外。我自己咧從細就好中意粵劇，有一次機遇嘅巧合，粵劇學校落咗我哋鄉下去招生，我自己好榮幸咁樣考入咗，從此就開始學藝。我覺得喺劇校再到劇院，佢哋係唔同個階段咯。喺劇校咧就會有老師去教你啦，咁自己咧學得咧即係輕鬆咗好多。就劇院咧就反而自覺性就要強啲咯。咁樣咧就演出機會啦、實踐機會啦就多咗、豐富咗好多咯。身為廣東粵劇二團團長嘅麥玉清，曾經走過漫長藝海之路。今日佢已經成為咗國家一級演員。因為2002年呢，我就參加嗰個全省嗰個折子戲大賽呢，我就攞咗金獎嘅。咁當時我個折子戲呢，就係《二堂放子》啦。咁飾演嗰個係黃桂英呢個角色，仲有一套紅雪。紅雪呢，我就攞咗全省第8屆藝術節嘅1等獎嘅。03年呢，咁我就有幸呢能夠參加全國紅梅獎大賽啦。咁我當時係攞咗楊貴妃去參賽嘅，咁我就攞咗個金獎咁咯。即係呢2年呢，就攞咗3個獎，咁所以我先可以報1級演員。作為演員嚟講呢，亦都係一個目標啦。其實有目標，我先覺得可以即係自己可以去拼搏啦。台下10年功，台上都係3分鐘嘅啫。咁其實真係最緊要自己真係要有努力咯。我哋好希望政府俾一個場地我哋，譬如好似國內咁有間學校啊，或者資料中心啊，等佢哋正正式式係有個訓練嘅場地。希望政府放多啲資源落嚟，培訓一個香港實驗嘅劇團啊，由康文署俾個節目，等佢哋有個演出。如果你話俾香港嚟講，我又覺得我哋係幸福好多咯嚇，因為我哋有固定嘅場地可以俾我哋排練同埋練功啦。喺香港，粵劇發展同埋推廣似乎就缺乏咗方向感，背後亦都欠缺一股強大嘅原動力。呢方面，政府係擔當住一個絕對重要嘅角色。好似中國嘅年青演員喺國家嘅資助底下，可以安心鑽研粵劇藝術。至於香港嘅粵劇學生，事事都要自求多福。若果再加上家庭嘅壓力、經濟嘅壓力，更加係苦不堪言。所以粵劇嘅未來，除咗靠新一代，亦都好依賴政府嘅支持。完成咗12集專題之後，下一集合晒河車，我哋會開始超級紅伶專訪。為我哋打頭陣嘅係大歌風陳少峰，我哋會介紹同欣賞佢著名嘅風腔，佢亦都會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而家嘅生活。下一集桃花依舊笑春風，陳少峰傳奇。問我特點喺邊度？
人哋個嗱某個人嘅唱腔啊，或者新馬腔，或者繁腔，嗰啲有佢嘅特色嘅咩？譬如揀啊，勾勾勾勾啊咁樣，佢狗仔腔啊。佢話你邊一句腔係你特別嘅咧？